的生命当中，阮袂当干讲嘴讲信心，我们要行出着好的行为，不止会当成做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嘛会当显现阮要活出主你美好的形象。阮感谢着天父上帝，互阮有即种好的领袖。下晡我嘛真欢喜邀请到了林牧师继续伫遮来分享着上帝你伫台湾即个土地400年久你的恩典。阮知林牧师有真好的即个专研。有真好的即个研讨，所以讲会当透过着即个短短时间，也互林牧师的分享，互阮对着上帝，你伫遮所行即个恩典，互阮会当搁更加敬畏着上帝，你的敬畏着上帝的心，甲着互阮会当更加来高举主你的名，互阮活伫即个土地，阮更加爱即个土地。阮会要搭即个下晡做分享的时间，阮仰望伫主你的圣手，也愿主你的神家己伫即个所在来运行。阮为影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来，咱下当后壁坐较头前咧吼，坐较头前一个，坐较头前咧，因为荧幕吼，荧幕无介大，咱人无可能尽量坐较头前，咱会感觉较烧热啦吼，较烧热安尼吼。牧师还搁伫楼骹吼，咱留啊等一时啊吼。因为牧师还未来啦吼，无要紧，咱会当伫遮，就是讲。装备部啦吼，装备部其实就咱讲咱的教会的教育啦吼，讲教会的教育咱当然咱教会的教育，咱即马是透过 A1、A2、A3 甲 A4 吼，A4 咱是预定伫明年开，今年是开到 A3 啦吼，咱会当兄弟姊妹，你若未上过，你会当准备顶半年度，咱拢差不多顶半年度的课程拢结束，咱再到下半年度，下半年度咱继续有开 A1 的。A1、A2、A3 的课，咱下半年度较有去开啊吼。伫这过程当中，如果兄弟姊妹，你真正如果你有心要上，但是你无得配合教会的大班，教会开的大班的课程来上课，那你要跟我们说吼，真正你是因为工作上你无法度的，安尼阮会当特别来安排1对1，我们可以安排1对1。若无原则上，因为咱莫浪费资源。阮是较无爱意讲，咱用1对1的，毋是讲1对1无好，就是讲咱安尼较浪费资源啦。你若讲大家你会当时间排出来，就是礼拜六，还是讲伫礼拜，还是讲礼拜1暗安尼，即个时间，你著说因为真正上班，你无法度吼。咱当然像即款有即款例，咱今年即季的 A1 的咱著有3个做兄弟姊妹因为伊工作上像讲。迄个做木桥木桥执事伊就开公车，伊就真正。你就知影公车都干那礼拜当休，拜六拢袂当休所以讲，伊真正有这种困难的阮就安排1对11对1，伊就交迄个讲师特别去讲迄个时间啦讲迄个上课的时间，安尼你就当完整上所以讲不管 A1、A2、A3，你拢会当伫，你若真正有困难你就甲阮讲阮带你安排若总讲无，咱希望是讲你来到大班上课，因为大班毕竟大班内底你会感觉讲即个中间都会当搁较有学习，会当彼此搁会当较好的即个切磋的即个信用的问题安尼所以讲咱装备部看重的是永远伫即个课的装备课程的顶悬咱兄弟姊妹你若未上你就会当来参与啦后来咱真欢喜牧师食饱真辛苦因为牧师的时间赶咧，我本来我是安排1点啦我本来安排1点还有时间结果牧师因讲。可能教会一寡时间搁配合牧师要转去花莲是所以讲调12点半1点所以讲时间真宝贵咱下早咱就听牧师已经甲咱讲一寡即个引言啦对着台湾的历史上帝伫咱台湾的做工，牧师真有研究咱即摆要用这时间交互牧师1点半钟吧1个半小时啦交互牧师来带咱分享来咱拍拍来欢迎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研究的这个相关的物件咱慢慢啊讲我是AM 8点的火车啦所以咱有真侪时间有对话安尼。我先介绍我自己啦，我是花莲人后来去这个伫病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来
要紧，多谢。后来上帝好调，我去读新人院，新人院读大神就是咱丹佛士牧师的迄个学长。后来这个新人院毕业了，我去乐生疗养院7年的时间嘛，迄个麻风病的迄个患者，迄当阵我的会友80%拢是麻风病，会友的迄个平均年龄是我70岁。上帝我伫遐7年的时间咯，陪伴因安尼，迄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迄个阶段哦。因为后来读册真艰苦了，我特别艰苦的时候，就想到遐我以前的会友，因一个月领政府的补助3500块了，3500块1500块爱食饭。剩的2000块就是伊的生活安尼。所以伫读册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是特别艰苦的时阵，就想着搁上帝迄个帮赞，互我拢真顺遂。所以我伫这个乐生院7年了后，我就开始出国去读书了。我拢总读3间学校啦，一间是荷兰较南部的这个莱登大学，莱登大学，莱登大学就是即摆已经差不多450年的历史了。然后上帝，迄当时我想讲，既然我是迄当时我读历史系啦，我摕是即个联合国的奖学金嘛，我想讲，既然已经伫历史系我就歹做牧师结果叫上帝讲卡算啦，讲卡算。我同学拢直接去读博士班，可是我迄个固定就甲我讲，你的成绩无好，所以我不爱互你毕业，嘛不爱互你硕士学位。所以我就伫遐，毋过我伫遐上好是学荷兰文学迄个手稿的迄个。所以迄当阵无爱好毕业，我就家己做研究嘛。然后我就用迄个研究的成果，我去申请去美国读书。伫美国迄个 Western 新人院，伫美国 Western 新人院，我做嘛是荷兰史因为伫莱顿大学读书的时阵是研究迄个东印度公司后来去美国的时阵是研究西印度公司，因为荷兰有2间东印度公司甲西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就是伫美洲迄个所在，因做迄个水豹皮的贸易迄个纽约以前叫做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是1664年了后才改名叫做纽约，因为本来是荷兰统治，后来英国取代，因为荷兰人较少嘛，英国的移民介济，所以就取代尾就改名叫做纽约。后来我就用这个研究西印度公司的迄个去申请荷兰的学校，尾去荷兰阿姆贾森丹阿姆斯特丹迄个自由大学，伫迄间大学毕业的摕着博士学位。上帝庆祝我的毕业咯，迄当阵，阮迄个毕业典礼去荷兰的无人机是学校出钱的，就是去defense 安尼。当然就是买迄个一般的迄个经济舱嘛。后来 defense 结束摕着学位要转来的时阵，迄个机场的迄个柜台甲我讲，你的机票已经叫卖去可是我要转，我甲你升等，变做商务舱安尼，就坐迄个阿联酋上大迄个380的商务舱转来，就上帝甲我庆祝的。其实安尼
去荷兰2遍，然后去美国。阮兜是真瘦吼，阮兜是无可能负担我的迄个学费，结果是上帝甲我出钱啊！阮兜一角银都无出吼，就对硕士读甲摕博士的学位安尼，这是上帝恩典所以我袂使讲有啥物款的能力，有啥物款的外貌啦。如果后壁若毋是上帝，就无今仔日会当来服侍。所以上帝既然互我安尼，我的迄个其实我人生上大的一个使命，就是顶面即句话咯。甲台湾人讲，上帝伫台湾的脚脚，这是我一生的使命，就是要互台湾人知影讲，上帝伫台湾已经400年，而且这400年伫台湾充满各种的这个恩典，这是这个咱的这个主题。一开始我要讲一个故事嘛，就是迄阵我伫荷兰倒转来，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伫台新做研究助理，有一遍就是迄个高俊明牧师要去台新演讲，然后迄阵就是2015年的时阵，迄阵咱长老教会伫庆祝，迄阵就是如果你若找到迄阵阵就是福音来台150年。我伫车顶，我就甲高俊明牧师讲，这福音来台150年，敢若怪怪哦。我讲其实荷兰这个福音来台应该对荷兰时代算起安尼，所以应该是300几年，毋是150年哦。高俊明，我就摕证据甲伊讲高俊明想来讲，安尼咱伫庆祝150周年是啥物意思？实际上，这个150年当然是咱来讲是长老教会来台湾150周年，可是福音来台是已经400年，可为2024年开始，所以到今年是402年北部是这个今年伫庆祝福音来台400年。迄是迄个西班牙，西班牙是1626年，荷兰是1624嘛，因慢荷兰2年。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既然是400年，中间就是敢若袂使敢若讲荷兰嘛。若照迄个照迄个 location 来讲哦。伫即个荷兰了，应该讲是来讲南无教会，但是南无教会可能对咱来讲就较远啦吼。所以呢，我直接换过来北平。所以我头一段是讲即个荷兰迄段历史，搁再来就是讲马街伫即个伫咱即个北部的即个宣告即个历史，而且。爱互大家一个即个真趣味的一个理解就是咱拢知影马街的太太张聪明，伊是五股乡的人，对无？真侪人拢知。实际上，张聪明伊毋是汉族。伊毋是汉人，伊是泰雅族。张聪明是泰雅，倒位的泰雅？屈笑，迄个新店山顶迄个屈笑的泰雅族。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因为马街日记内面有一句话，伊讲伊张聪明的阿舅都住伫屈笑。迄当阵屈笑拢是泰雅族的区域，汉人无法度入去内面，所以张聪明是伫屈笑遐去互掠去新店。我会推测掠去新店，袂人做神父后来伊要
走转去，佫去用掠着，就那个送去55区，因为55区离骨就重的嘛，所以张聪明伊是新妇啊，伊毋是人迄个生啦吼，伊是啊，你看伊的面就是泰雅族的面咯，伊少年的，你会使去 Google 张聪明少年的相，你就知讲，迄是泰雅族的面啊。我捌一遍伫迄个台北市政府，因迄当时马街过身100周年时有办一遍的迄个座谈会啊，有邀请甲马街研究有关的几个学者去啊。张聪明伊咧张家的姓地啦，因算有某伫个叫扣地某姓，迄个就是艋舺教的地长老。啊，伊实际上伊是张家的迄个后代。我伫迄个座谈会顶面，我讲张聪明伊是泰雅族。迄个地长老讲，我的祖先可能是番啊。啊，张聪明都毋是恁的家族的人啊，伊是做神父啊，所以伊是原住民，甲恁嘛无关系啊。毋过这是我伫心内想啦，我无直接讲出来啦。啊，毋过即种人看做就是讲，伫过去咱对历史对教育历史有咱认为的即个想法甲看法，毋过事实上即个咱若看即个真正历史的时候，咱就发现咱过去的一寡想法是似是而非啦，毋是遐尼迄个确定吼。好，咱就开始来讲这是荷兰人画的这个，差不多是荷兰统治时期所画的地图。咱会人看出这个区域拢无字无文字啊。为什么无文字？因为荷兰人无来遮啦。所以这对荷兰人来讲是一个空白。因对台湾的了解拢是透过外口船经过所测绘这个地图，所以因较熟的是这个区域，就是为台南一直到高雄，差不多这个因叫做大家岭就是应该就是后来打到就是因较熟悉是这个部分这东湖地区因。认为讲这是有这个，这是岛，实际上是无啦吼。就是讲迄当阵的这个因无入去内底咯。因若入去内底，可能这个是花莲市溪可能水真宽所以因认为讲迄是一个岛，迄个海岸山脉，因认为讲迄是岛实际上毋是，迄是山啦吼。这是这个因对偏澳嘛真了解因为荷兰人伫1624年来台湾进前，因有1年的时间住荷兰，住伫偏澳，所以偏澳你怎去偏澳嘛有叫做红毛城，就是荷兰伊上头伊是来亚洲地区来台湾伊。是意外来伊本来伊的目的是要甲中国做生意，伊希望讲甲中国买丝绸、丝啦吼，佮买瓷器，伊迄伫欧洲拢是奢侈品因除了买东印度的迄个香料以外，伊就希望甲中国做生意。可是中国讲，阮已经甲澳门、甲葡萄牙有迄个关系，所以。阮无要开放第二个迄个做生意的迄个点互恁所以荷兰迄当阵1622年捌派兵去拍马口，想讲要甲即个葡萄牙人赶走。毋过2只船去，结果即个葡萄牙一个炮拍来，有一只船会拄拍到因的迄个放炸弹的所在，一只船都崩掉去所以剩一只船无可能攻一座城嘛，所以因迄个攻城都
马告就失败，后来就只有退而求其次去骗学占骗学的马经。伫古早基本上伫明朝的时阵，偏学算是中国的领土啦。所以因当年拢伫一段时间会派船去驻扎伫偏学。迄段时间荷兰建城的时阵，拄啊无兵伫遐。后来因发现荷兰人伫遐起城，就真来派大军去包围规个偏学。然后即个荷兰人就透过迄当阵的海贼叫李旦做迄个中间者协调安尼尾中国人甲荷兰人讲一句话，讲恁去东边遐有一粒岛，迄个岛自古不属于中国，自古早以来都毋是属于中国，这个中国无关系。恁去遐，阮就派船去遐甲你做生意。所以即马习近平就讲台湾自古属于中国，迄根本就是谎言啦，迄毋是真诶因诶什么时阵会讲什么话，就完全看因诶迄个利害关系啦。对因来讲，无什么真理通讲啦。所以因后来1624年荷兰人就来到台湾。所以教会也是伫迄个时阵来台湾1624年。迄当阵来台湾的时阵，即马都有一个争议，就是讲到底福音来台是1624年还是1627年啊？27年是头一个牧师来台湾叫做甘地士。事实上，我认为讲应该是为1624年开始算起。因为1624年当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有迄个团导啦，叫做 Ziegentrost。Ziegentrost 就是依照伊原来的这个文字意思是去探访病人的迄个团导。为什么会有这个物件？这个欧洲有迄个瘟疫有真大关系。其实伫欧洲，牧者是算社会的精英阶层伊牧者的训练无遐尼简单譬如我有看伊迄个荷兰时代，因的迄个学校，毋是台湾伫荷兰因的迄个学校的校务规则，伊讲伫学校内底，遐荷兰人一般拢讲荷兰话嘛。可是你伫学校内底，你袂使讲荷兰话，你爱讲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迄当阵的迄个通用语言迄个学者写批什么拢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你伫学校内底面袂使讲荷兰话，你敢会当讲拉丁文。除了这以外，你特别食饭的时阵都有迄个校长会伫这个甲恁做伙食饭，然后呢，伊会点名。伊就是叫一个学生起来，然后给一段圣经的经文，伊爱解说迄段圣经的经文，然后用迄个圣经的经文讲道，对其他的同学讲道。什么款的经文？希伯来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毋是拉丁文，嘛毋是荷兰文的圣经，都是希伯来文甲希腊文的圣经。伊爱看希伯来文的圣经，伊就知影讲伊是伫讲啥，然后用个讲道安尼。所以你对安尼，你会知影讲，这个牧师的一个训练，毋是遐尼简单。伊等于就是一个牧师，等于一个牧师，这个是伊同时会使做教授因为迄当阵就是上界悬的这个，迄当阵无自然科学这个物件嘛。自然科学实际上医学是对莱顿开始的，就是我的学校开始，迄个解剖学医学解剖是对莱顿大学开始的，所以。后来日本，即摆伫日本讲蓝血蓝血有伫讲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荷兰的相关的研究，医学甲植物学，特别蓝血伫讲医学了因为迄是对莱顿大学伊迄个解剖学，所以这个Ziegentrost
就是讲因为牧师伤过稀缺啊，迄当阵有迄个瘟疫啊，牧师可能一个都市才一个牧师，若牧师去探访会友，佫染着瘟疫翘去，即个都市就无牧师啊。所以因就训练迄个第一期神学训练，然后训练10个、20个，该称作 Deacon Trust， 就是会当去探访遐个会破病的会友，然后呢，伫即个东印度公司开始远东的即个做生意了后，因为因拢基督徒嘛，伫船顶为荷兰伫迄个时阵为荷兰到亚洲坐船爱偌久？恁摇爱偌久？3个月，3个月可能是迄个气喘爱10个月，10个月。而且伊的迄个出发的时间是拢做伙，为什么做伙？因为因帆船，伊爱有风才会振动嘛。就是冬天、秋天、冬天来时开始吹北风，就差不多10月、11月时阵，北风吹啊，因就开始船就往南嘛。往南就去到伫非洲的迄个好望角遐，听候迄个西风，遐有一个西风带，伊就听候迄个西风，然后对亚洲过来安尼，10个月的时间。当然10个月一台船200个人坐200个人可能来到亚洲剩40-50个。死去为什么死去？维他命 A、维他命 C 缺乏症，叫败血病。因为伫船顶第无水，迄个水拢放伫茶桶内面嘛。你看一桶水放10个月，放伫茶桶内面会变质嘛。还有就是青菜无可能，你一粒青菜你无冰箱，你要放偌久？1礼拜就过嘛。然后再来就是都拢歹去歹去要食啥？就是拢食迄个豆无就是啉迄个 brandy， 葡萄酒的 brandy， 至少有迄个维他命。到后来是德国的，应该讲 German 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船长，伊发明用迄个酸高丽菜，就是咱种伫食迄个德国猪脚配迄种白白迄个高丽菜，不过伊发现迄有效，所以迄就变做后来迄个船顶的人伫食，伫补充维他命 C， 就是食迄个酸高丽菜。所以就是讲爱10个月才发到对欧洲来到亚洲啦。所以嘛是逐礼拜爱做礼拜所以就是由这日跟 Trust 负责讲道。不过因为这日跟 Trust 伊无受正式的这个神学训练，所以伊袂使家己写讲道片，伊爱用牧师予伊的讲道片，然后伫可能干那1篇2篇所以对10个月前就讲迄篇，一直到10个月后嘛是搁讲迄篇安尼。这就迄个时阵的迄个情形因为牧师实在是太少了。到后来东印度公司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因就伫这个莱顿大学内面，伊设一间叫做迄个叫做 Seminarium Indicum 印度神学院，就是咧训练要来亚洲的牧师啦。就是讲伊出钱，你读书由这个东印度公司出钱，然后你就受派来台湾做宣教师。伫台湾的宣教师有几个拢是对这间这个Seminarium Indicum 毕业来。所以咱这个综合来看就是17世纪荷兰改革中来台湾宣教，1624年到1662年，1662年电视讲接纳台湾了后，教会进入稳重时期。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登陆台湾，开始南部的教会历史。1872年马偕登陆淡水建立北部教会。
这个对17世纪到现在就是叫做台湾教会史了啊，为什么不是台湾基督教史？因为若讲到台湾基督教史的时候，就不止一个教派啊，不是干那咱长老教会，不是干那咱解决宗教会，还有其他的教派比如讲天主教会啦啊，不过咱无要去处理天主教会啊，所以咱就用这个台湾这个教会史，就是跟咱长老教会甲解决宗教会真有关系。啊，伫遮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解决宗甲长老会有啥物关系？啊？安怎？哦，感觉无好才改名哦。迄落应该是讲英国人较搞怪，因为迄个解决宗 reform， 这是对欧洲开始加尔文伊就是用 reform， 然后呢，伊的一个学生叫 John Knox， 苏格兰人，伊受这个加尔文的训练了后，倒转去苏格兰因为欧陆像讲荷兰就用解决宗嘛，伊就讲我袂愿用解决宗这个名称，所以伊用迄个教会的长老制来号名，所以变做 Presbyterian Church， 就变做长老教会了。就是安怎？对，是解决宗的一部分，reform。所以伫咱台湾有另外一个教派叫做解决宗长老会，对无？大家知嘛解决宗长老会，这嘛是甲荷兰有关系不过这是发生伫美国这嘛是咱真侪台湾教会去美国了后拄到的问题。咱第一代去美国的时候，拢讲台语嘛，台语教会做礼拜用台语唱台语的圣诗。到第二代的时阵，一半一半，因为有的囡仔是伫美国出世嘛，伊就台语可能愿意听啦，因为厝内拢讲台语所以伊听有所以就一半一半安尼。到第三代，无人要讲台语啦。第三代就是拢讲英语安尼，所以呢，即马伫美国的迄个教会，除了真少数，就讲亲像迄个嘛是迦南教会迄个加州的迦南教会，因为伫迄个四区呀，所以有少年人。若是伫即个东区还是中部地区的遐台湾人的教会，拢变做老人。因为少年人拢走去讲英语的教会荷兰当初嘛是安尼荷兰第一代讲荷兰话，然后因无唱圣诗因唱诗篇，因唱psalm，无唱 hymn。到第二代的时阵就开始有争议就是讲既然咱应该来到美国美国人讲美国话是咱无爱讲美国话可是就一部分人就足坚持讲，一定爱做礼拜，一定爱用荷兰话讲道。牧师上好是荷兰人，这个嘛袂使唱圣诗，唱这个诗篇安尼。所以后来因就无法度妥协，就分做两个教派，一个叫做 RCA 啦，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 咱翻做归正宗教会嘛，美国归正宗。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CRC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这个 RCA 因后来有派宣教师，因的一个政策就是因无爱家己设立教会，因甲外当地这个甲因信仰较晚的这个教派合作，所以伊甲咱长老教会合作因派宣教师来台湾，不过因家己无设教会因派来宣教师拢伫学校伫帮忙嘛，所以伫东华迄个不是迄个东海有 RCA 宣教师，伫台新有 RCA， 伫高新嘛有真侪 RCA 宣教师，不过因无家己设立教会。若是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即个因尾因家己决定，因派来因要家己设立教会。可是因
嘛毋是长老会，嘛毋是，伊嘛无爱用改革宗，所以尾仔因就甲这两个合起变做改革宗长老会，迄嘛是互咱的较保守的迄个教派啦。这是这个咱咧讲到这个美国甲澳洲的这个长老会甲这个 reform 的这个差别所延伸出来的议题啦吼。华人联络长岛公司是1602年成立，1624年由朋友转移过来进入到伫台湾。长岛公司统治目标总当作是中国贸易的口岸。统治初期，台湾作为商馆的特色是真明显。长官无以设立法治甲税收的机构，资源集中伫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列绝。台湾的陆啊，当作为对外交易的这个资源。台湾的陆啊，迄当是梅花鹿足济吼。台湾上大的迄个梅花鹿出口的数量是20万，一年20万张鹿皮啦吼，等于抬20万只鹿啊。20万只鹿是好的，会通出口的。若是有去动到腹肚的，有损伤的，迄是搁较济哦。还是鹿仔囝，所以真紧台湾的迄个鹿仔资源的枯竭啊。所以后来就是本来伫西拉雅地区嘛，后来就是去到伫较北边，就是巴布萨的这个区域哦。伫这个所在，就是讲咱要甲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会有东印度公司哦？咱知影东印度公司的目的是要创啥？做生意，做什么生意？买啥？买香料、香料，什么香料？豆蔻、丁香、迄个肉桂、胡椒，这拢是叫做香料啦吼。另外还有红木啦吼，迄个茶啦吼，地号无算啦吼，咖啡迄当阵嘛无啦。上早香料是指这几项。为什么因会成立东印度公司做这个香料？这条事搁较久长啊，就是讲，其实伫原本伫欧洲伊都有这个香料的迄个原料的供应对亚洲来，因是行对倒一个路，就是为中国的丝路，为中国的迄个丝路哦，然后经过迄个中东，经过中亚，然后去到伫这个迄个巴勒斯坦迄个所在，然后对遐往北，对土耳其，土耳其，然后爬过山。就去西班牙，是迄个欧洲，然后就到了欧洲大陆安尼。原本这个贸易虽然讲，因为透过迄个骆驼商对运送的迄个速度介慢，因为至少伊源源不绝供应嘛，这都无问题。所以迄当阵都无有这种东印度公司无这种航海贸易。后来是发生一件代志吼，就是1453年，这是一个真重要一年哦。1453年迄年，咱若读历史，咱知影讲，就是古早罗马帝国后来分做西罗马帝国跟东罗马帝国嘛。西罗马帝国后来被迄个欧洲的蛮族推翻嘛吼，就是罗马帝国都无去啊。变做东罗马帝国就是即摆的土耳其啦，伊本来是基督教的所在，因为是这个伊的这个首都叫做君士坦丁堡。后来伫1453年，迄当阵应该讲第8世纪开始，伊斯兰建立伫这个沙特阿拉伯建立。这伊斯兰这个宗教了后，就开始攻城略地。南北非的所在，本来是基督教的所在，现在
基督教的迄个收容伊拢是设立伫啊，后来伊斯兰甲遐基督教人甲变做是伊斯兰教，所以北非就变做是伊斯兰的所在。然后因就开始往欧洲进攻，然后上拍到西班牙。所以即马若去西班牙佚佗，咱嘛能看到伊斯兰的建筑的迄个特色，因为伊斯兰人捌伫迄个所在统治过。1453年就是迄当阵，即个基督教的即个东罗马帝国去互伊斯兰推翻，伊斯兰建立一个迄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帝国的名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因为伫迄进前有十字军东征嘛，10遍的十字军东征，所以基督教甲伊斯兰教的关系是足歹的。所以当伊占领土耳其了后，因为咱头讲到迄个丝路的物件要透过迄个土耳其，伊就咱甲迄个切断，甲切断了后，伊迄个烹料就无法度。烹料是为什么遐尼重要？因为瘟疫的关系。因为瘟疫有当时一个瘟疫发生，可能一个都市伫一礼拜就人就死一半。咱以前拢讲的是迄个鼠疫人食鸟鼠食过物件，然后染落这个鼠疫，然后翘起安尼尾仔发现迄个速度无安尼紧，后来有 SARS， 咱才知影讲，迄个所谓的瘟疫应该是 SARS， 是种非类型的病毒，伊毋是细菌，是病毒。所以不管即马是迄个鸟鼠汉他病毒，当然足惊的嘛，嘛是病毒，毋是细菌病毒即种物件真趣味，就是讲伊来是足惊人的，然后突然间就无去为什么突然间无去？以前拢毋知，伊就讲是上帝恩典尾仔知影是人产生病迄个抗体啦当人产生抗体了，病毒就无效嘛，伊就消失去可是迄个时阵毋知拄好，伫病毒真肆虐，特别尾声的时阵，英国有一个医生，伊讲伊用迄个亚洲的香料迄个互病人啉，迄病人啉者阵咧好去。这就是这后来这种的想法一直延续到今仔日所以今仔日有一个治疗叫做芳疗，芳疗其实就是因为迄是伊原本的基础的想法，就是讲破病是臭的，一个人破病身躯会臭嘛，所以若互伊的这身躯变做芳的时阵，就是伊的身体会有健康所以芳疗就是用外在，然后就去内在，由外而内去改换一个人，互一个人变做健康的迄个过程迄个英国迄个医生就是讲，芳疗会通治疗人的这个瘟疫的这个病因为这个消息传足紧的，因为你想看觅，你得到绝症无药通医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个药讲，你若照落去刚好，把你讨100万，你要付伊无？你嘛要因为命较要紧钱佫趁到有嘛所以芳疗突然间就变得非常昂贵，因为产量少，因为迄个落长去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哥伦布的迄个寻找新大陆，其实伊毋是去寻找新大陆，伊要去找印度啦因为迄当阵讲芳疗拢是对印度去的只不过就是伊去的所在是大美洲哥伦布伊的迄个航海伊是靠希腊人的迄个地理学的一本书，迄个地理学迄本书讲，对欧洲只要一直向西一直行，
就会行到印度了。所以哥伦布是照迄个希腊人的这个想法安尼行。可是这个哥伦布伊嘛是算是真大的冒险，因为你古早航海唔敢离开看会到海岸的迄个所在，拢是近海的这个航海。为什么？因为圣经讲海内面有怪兽啊，海内面有魔鬼，而且迄个海平面后壁是啥物物件人唔知，惊船机啊当然落落去了吼。所以大家拢伫看会到海岸线的这时阵安尼旅行啊，希腊人有迄种地球的概念，所以哥伦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当阵是迄个伊莎贝拉，这个西班牙的女王甲讲，你去，如果你若找到印度，迄个你占领的土地一半互你，一半西班牙安尼，是这种利诱的这种，因为进前哥伦布就散了嘛，都是类似亡命之徒安尼啊，所以伊就照着迄个希腊人的迄个讲法向西航行，结果伊拄到头一个民族，就是巴哈马群岛，照迄个纬度差不多是嘛，巴哈马群岛。然后讲伊到印度啊，所以呢，北美洲的原住民叫做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其实就是印度人啦。为什么我知？因为我伫美国写论文的时候，我伫研究迄个北美洲的原住民，我就写 Indian。我的指导教授甲我讲 ，Indian 伫印度，无伫美国。你要用 Native American 安尼，所以我才知影讲，迄个北美洲人遐原住民无伊个红叫做印第安人啦，因为印第安人是印度人嘛，因是北美洲的原住民，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才开始有这个东印度的这个贸易就是为了这个香料，所以荷兰伫迄当阵开始，东印度公司是早4年，伊这1602年，其实1596年的时阵就开始有迄个东印度公司，不过迄当阵叫做家己，譬如讲阿姆贾山丹的东印度公司，也是鹿特丹的东印度公司安尼。迄当阵要组织军队，然后到亚洲来，爱开费足侪钱，可是利润非常的悬。迄个时阵就是1公斤的香料等于1公斤的黄金啦。伊迄个黄金甲香料是等值的，所以就算拍死嘛，大家拢要往东印度去。所以一时中间，足侪东印度公司出现。10几间公司拢是咱头讲，伊船出海拢是同时间嘛，所以同时间出海，同时间到亚洲，同时间去抢买到遐香料，佮摕倒转去的时阵，本地可能市场敢若有10公斤的香料通买，突然间变成100公斤，价钱就落落去所以变成血本无归。后来荷兰政府伊认为讲袂使安尼，所以伊就甲所有的遐东印度公司甲联合起来，然后呢，允准这个东印度公司伊有武力，会使拥有军队，会通到国外的这个政府签条约，然后因的迄个区域是对好望角一直到这个麦哲伦海峡。麦哲伦海峡就是伫迄个南美洲啦等于就为非洲到南美洲，这拢是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范围这就是这个伊的 charter 就是安尼讲的。然后这个，所以伊来台湾上主要目的是要做生意。所以呢，伫东印度伊原来做迄个是伫安邦就是迄个即摩鹿加群岛南边的一个岛叫安邦，伫遐
有设立教会，啊，因为迄人长途公司上主要就是要趁钱，啊，遐个安邦遐个王，因拢已经是伊斯兰的信仰，啊，若是讲因是伊斯兰，也是天主教信仰，为着要甲遐个即个传教互遐个人，啊，可能就是会拍歹甲遐个头目的关系嘛，甲遐王的关系，所以迄人长途公司禁止牧师对当地人传福音啦。你若讲要偏偏荷兰人传福音，迄个教育基督教信仰是教育是会使，可是你袂使对当地人传福音。可是嘛是有少数人开始就对当地人传福音。啊，若是伫台湾是直接遐牧师就开始对新港社对即个西拉雅族人传福音。啊，这是台湾教会较特别的所在。啊，1635年，即个政法改变公司的即个统治政，本来即个荷兰伊伫海外有两个，一个叫做商馆，一个叫做殖民地。那殖民地就是统治迄个所在嘛，甲迄个所在当作是因的领导。啊，那是商馆，就是伊伫遐有一个分公司。然后甲当地人买物件，伊袂去想讲要统治当地人嘛。啊，然后甲因维持和平的关系。可是伫1635年了后，因改变政策，因决定要开始来统治台湾。啊，之所以会安尼做，就是甲迄个长途公司的总督的政策改变有真大关系。因为因发现台湾是一个物资真丰富的所在，所以因嘛讲会当久长来统治台湾这个所在。啊，受到荷兰人统治的几个族群哦，上主要是西拉雅族哦，这就是即卖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一带哦，这是迄个时阵哦。啊，若是即卖还爱加上台东、花莲哦，因为因遐人就是一直往东部，因为人个济嘛，一直往北边一直去发展嘛。啊，我的亲人，我阿嬷迄边就是伫花莲的西拉雅族。啊，我这是今年才知啊，就是讲迄阵因为阮老母前2年过身了，后来就是讲迄个要处理一寡迄个家族的代志，我专门去调迄个户籍资料哦，咱会人去调咱的户籍资料。为日本统治就开始有咱的迄个资料，我才发现我的阿嬷是住伫迄个花莲观音山，啊观音山迄个部落就是西拉雅的部落，我知影讲我是西拉雅族的人，啊，所以我一世人伫研究西拉雅族，到落尾才知影，原来我研究是我家己的历史，啊，这是真应该讲真特别的迄个。搁再来就是19世纪首先反映的基督教信仰的主题，就咱早期讲到有讲的迄个广安那教的遐个人因接受福音，啊，就是因为17世纪的关系啦。啊，搁再来就是巴布朗叫做巴布萨这个族群哦，因住伫彰化好尾二林附近啊。伊保留这个族群语言的基督教信仰甲要项。巴布朗这个族群介趣味哦。我伫做研究的时阵，因为荷兰人有为这个族群编字典。啊，我去，因为我写论文，我需要去看因的物件哦。我发现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讲，这个巴布朗因的字典内面无 F， 嘛无 V。因为巴布朗是 FAVORLANG 嘛吼，这是荷兰文的迄个书写啦。啊，我就一个问题就说啊，既然因无 F 无 V 的时阵，因谁人叫做巴布朗？哦，后来我去查这个西拉雅族的这个字典，伊嘛有西拉雅伊嘛有编字典啊。
发现这个希腊雅字的话有 F 嘛有 V， 然后巴布朗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希腊雅话叫做巴尾，还是巴尾？巴尾的巴尾，恁知影什么意思吧？猪啦，猪啊 ，pig。啥叫做猪？就是和迄个希腊人称巴布朗叫猪仔人啦，系啊。为什么猪仔人？因为因两个族群关系足歹，互相伫遐相杀嘛，相拍。啥荷兰人会记录这个？就是因为荷兰人是照希腊人的称呼，所以伊的文献内面都写巴布朗。其实这个回答解决，我一个朋友叫做刘义昌，伊是研究迄个考古学啊。这是伊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讲伊伫做历史研究时，发现伫荷兰时代有巴布朗这个族群，可是荷兰人离开了后，这个巴布朗这个族群就无去啊。为什么无去？所以伊就介一个人就讲这个族群去用灭掉，还是讲这个族群去迁徙去别个所在去？后来透过这个字典的研究，就是讲，其实族群有自称甲他称啊。你家己称家己这个什么名，可是别人称呼你的名，可能无一定就是你家己愿意接受的。就敢若亲像咱台湾人你讲，遐个中国来的迄个移民，伊早有叫做什么外省猪哦。这是真奇怪、真生气的称呼。可是因无认为讲因是外省猪嘛，因会认为讲因就是中国人，这就是这种所以因为希腊雅族甲巴布朗甲巴布萨这个族群是互相冲突，所以伊就用巴布朗去称呼这个巴布萨。巴布萨是因家己的自称啦因有两个称呼，一个叫做有三个称呼，一个叫做巴布萨。一个叫做艾伦就是二林啦所以二林嘛是巴布萨的族群的所在第三就是周族的周所以周族的人因讲因是不是所有的周族人拢安尼讲啦？周族有特定一个所在人讲因较早是伫台南，后来伫荷兰人离开了，才去伫山顶的，所以周族。实际上，周族的族群的人嘛，有一寡人西洋人面孔啊。汤兰花就是其中的一个嘛。汤兰花伊就是西洋人的迄种独独的鼻啊、白白皮肤啊，迄个高挑的身材啊，有荷兰人以前拢讲荷兰人的阿嬷实际上不是啦应该是荷兰人的阿公，就是荷兰人，因为来这拢少年人嘛，拢结婚的年纪嘛，可是荷兰人，迄阵阵荷兰女性，跟咱两种人会来这个当然一种就是官员的太太，一种就是牧师的太太，女性就少，荷兰人的女性会出国的就少。因为一只船的空间真有限嘛，伊有房客，迄个客房，可是干那一间尔，你嘛无可能带几个人，就是一个两个，一般就是若讲牧师也是官员做伙来的时候，就是两个某带伫这样拢是中原安尼所以应该是迄个在荷兰的查甫伫台湾凊彩拈花惹草安尼。就生出足侪有荷兰血统的台湾人出来台南一个较出名就是徐曼玲嘛，徐曼玲伊就完全无外国的迄个关系，可是伊的面是西洋人的面就是因为因的祖先有荷兰人的后代嘛是荷兰人我2003年的时阵捌去
要去参加咱迄当阵咱国史馆哦，咱政府国史馆的一个迄个计划叫做现任元首口述历史访问计划，迄当时访问李登辉啊，有一遍就访问曾文慧啊，曾文慧就甲我讲，你看我的目睭，我目睭落落，伊的目睭边仔是落落，毋是咱安尼乌乌的目。伊讲因的祖先有西班牙的血统，因为因是三芝迄边的人啊。遐就是古早西班牙人诶，迄个一个所在。这是第一张有关台湾，这个是一个日耳曼人哦，就是 German。咱讲迄当阵叫德国毋对啦，德国是19世纪尾啊才有诶吼。伫咧进前拢叫做日耳曼人哦。就是日耳曼的一个党岛公司的职员，伊来台湾了后，伊画迄当阵台湾人的迄个长相啊，长头毛，然后巴说再甲咱画一个物件，然后才有迄个铃铛啦吼。这是什么布？恁敢知？恁摇会着？毋是兽皮，这是布，这是植物的迄个布，植物。其实咱台湾的迄个纺织哦，棉是上，因为台湾无出产棉花嘛，棉是上尾才进口入来。伫进前是苎麻，即马你看迄个原住民伫披迄种人较传统较古早迄种都是用苎麻做。搁较进前咧，是用迄个叫做美糙树啦，构树落啊树啦，落啊树你知无？用构树皮落去堆，甲伊树皮摕到，然后甲堆，然后不是编织的，就把它捶扁而已，然后拉开这样子，因为迄当阵遐天气嘛较烧热啦，所以有这算是较有礼貌，有诶甚至衫都拢无穿安尼，赤身裸体安尼。这是即个因狩猎的即个方向，这字就是顶面这个字啦吼。伊讲，阮规工伫田野底下跑走，我阮会通听去手顶面铃铛的悦耳的声音。阮靠拍蜡为生，只要身体符合，每一人拢出外拍蜡。如果阮的长箭若失准，蜡狗有阮追逐猎物，所以这就是鹿啦吼，鹿伫遮啦。这是人伫后壁入。迄当阵台湾人足好走诶，西拉雅族人足好走诶。根据迄个牧师，头一个牧师伊诶迄个记录，讲台湾人去用迄个长枪长枪嘛吼，去射着，然后去惹迄个鹿仔，伊会通走去鹿仔诶边仔跳起来，甲刀背起来，然后落头甲剁落去吼。这咱想到迄个赛德克巴莱，因咧捉日本兵就是安尼啊。迄个赛德克族的人，就咧捉伫日本兵，走伫伊边仔跳起来，刀背起来，然后头甲剁落去安尼。所以其实伫后来中文的文献嘛是讲，西拉雅人足好走的。所以迄个伫咖喱有一个医生叫做吴新荣，伊有写回忆录，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飞帆木》，就是讲迄个讲更较夸张。伊讲这个飞帆呢，会通用这个长矛甲牵出去，然后走去对面佫接到伊的长矛所以叫做飞帆啊。
唔知真诶啊假，毋过伊证明讲面君3次，去见迄个中国诶皇帝3遍啦，就表示伊真可能是真正是，毋过真正是足好走诶。这确实有漫画咯。这是迄个有关台湾上个完整的迄个原住民风俗习惯的描述。这叫做《荷兰出使中国记》，这是第1672年、71年的时阵，这有2个版本哦。这是荷兰文版，过转来就是英文版哦。所以伊这就讲a relation remarkable passage, Embassy, East India Company, United Province, to the Viceroy Cinnamon and General Daixing deploy and to Kongxi, 康熙皇帝 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 Tatai 就是迄个蒙古啦，鞑靼，东鞑靼就是蒙古。迄阵阵清国的皇帝是统治迄个满清，因家己清国嘛，蒙古嘛伊统治，个中国。这就是伊的这个册名。内面就是迄个1670年到71年轮流出版咯。然后内面有3个重要的迄个资料，一个就是迄个打破的台湾观察记录，第二个就是苏格兰人大卫莱特的就是有关台湾的记录，第三是郭怀义事件的详细经过。所以咱知影讲郭怀义就是伫荷兰时代对抗荷兰政府的迄个叫郭怀义起义哦，伊的资料是对这本书来，若无这本书，都唔知影讲有郭怀义这个人，而且迄个时阵的迄个事件。这是这个大卫莱特迄本书内面，你讲到这个台湾的迄个想象度这真注意这迄阵台湾有黑人，这看起来是像非洲的黑人嘛。台湾敢有真正非洲的黑人？有的人讲有啦为什么？伫小琉球有一个叫做黑，迄个叫做啥？黑鬼洞、乌龟洞、乌龟洞啥人叫乌龟洞？你若看古早迄个，你讲到乌龟洞，就是讲迄是对荷兰人来台湾的黑人非洲的黑人讲迄个唱水拢唔免散数安尼，然后会人行伫水面上敢若像神安尼。实际上，迄个乌龟洞是台湾的一个族群，叫做拉美族。拉美族这个族群伫荷兰时代规个族群去互灭掉，因为因就住伫小琉球顶头，因是对外是真白天所以要甲拉美族的人做生意，就是你敢来人去因的海边，迄个海岸遐，你甲要买伊的物件，你甲放伫顶面，然后你就爱离开。第二天你人倒转去，伊会用因的迄个拖伞甲你交换。如果因若要爱的时阵，你若看你的物件搁伫遐的时阵，就表示伊无爱，你就来摕转去安尼。迄阵阵捌有即个荷兰时代后来甲即个小琉球叫做金丝岛、金狮岛啦。为什么叫金狮岛？因为有一台船，日本荷兰船叫金狮号，有一边就伫遐拄着风台。然后这个船就来搁浅，船长就来顾细只船就去这个岛顶去找淡水，因为需要水嘛。结果迄个船长就来去用抬，所以后来这个荷兰人就决定把这个族群灭掉。所以迄当阵有派
大军去包围迄个岛，然后去攻迄个岛顶啊，迄个岛，咱若求个小你知影遐是拢是石灰岩嘛，有足侪地下迄个洞穴嘛，所以呢，荷兰人伊的攻击方式就是伫迄个洞穴门口烧烟啦，啊，然后烟入去内面，啊，若挡袂牢就走出来，啊，有就死伫内面。啊，咱还袂阁回答即个为什么有乌人哦？因为咱来知影一件代志，就是画图的人毋捌来过台湾，伊是照迄个文字内面的描述去伊的想象去画图啦。啊，因为荷兰人吼，伊对非洲人、对亚洲人，因拢称作 Swart， 就是讲皮肤比荷兰、比北京人较乌一撮的族群嘛，拢叫 Swart。所以 Swart 就是乌嘛。啊，画家伊是住伫欧洲，伊若是讲到 Swart 的人的时阵，一想到是非洲人，所以就安尼，台湾就出现非洲的乌人啊。所以伊的逻辑是安尼来的，啊，这就是啊，咱伫看一寡历史的图像的时阵吼，咱爱有一个判断，就是讲这个人捌来过、捌去过迄个所在，毋捌。那一般来讲，咱台湾的过去的历史拢有捌来过，所以伊就是照伊的想象去画安尼，啊，就变做这种型。啊，佫一张图佫较趣味哦，啊，较等来讲。大卫莱特伊的迄个民族志中间哦，已经关注西拉雅族的神明、庆典甲禁忌上的宗教面向。庆典甲禁忌东西来自于神的这个旨意啊，这三个结合就变做是西拉雅生活主要内涵，就是庆典、禁忌甲迄个因的神明啊。因为13个神啊，而且这数量在增加中间哦。啊，西拉雅宗教一年举行7遍的庆典，中间的4遍是跟女性的农作业有关的，男性的拍拉跟作战有关系。啊，搁再来要讲这张图，这张图嘛是真趣味哦。这张图有人伊讲这伫网络你若去查，你嘛看会到哦。你若去 Google， 你甲拍讲17世纪荷兰人伫台湾的教堂，就会可能会出现这张图啦。所以啊，有人讲这张图就是教堂啊，为什么教堂？因为这有西方式的这种列柱建筑啊，吼啊，然后呢啊，遮有这个啊礼拜堂的厝顶啊，啊，然后有这种西洋的这种的装饰啊，所以应该是这个上届在台湾的礼拜堂。可是我的分析哦，这不是你讲礼拜堂啊，这是你讲一个祭典。咱好讲到这个西拉雅族因的真重要，这个就是因的祭典哦。这是女性有关的祭典，女性的这个神的这个祭典，这什么意思？就是遮有真侪人伫遮，你看有人倒伫涂骹啊。这就是因伫拜因的神了后，有迄个鹿角伫遮嘛吼，因的这个庙，这因的公改啦吼，因的庙啦。啊，然后呢，因就伫遮根据迄个牧师的迄个记录，就是因伫拜因的神的时阵爱啉酒，啉足侪酒的，拢女性啦吼。啊，然后因有因的女祭司，所以啉介侪酒了后呢。搁再来，咱看这个厝顶有2个女性嘛，吼，有无？这个查某的，这嘛是查某的，就是讲啊，啉到一个坎站了后，这个因的女祭司就爬去咧厝顶，然后呢，厝顶创啥？对因的神讲话，讲啊，阮即嘛足久无落雨啊，恳求你这个降下雨水，互阮这个农作物会通丰收安尼。然后伊对伊的神讲话讲煞了后呢，伊就甲衫脱掉，这就衫脱掉吼。然后要创啥？伫厝顶放尿。伊若放尿放愈济时阵，
表示迄年的雨水愈丰富。所以这是伫描写一个祭典的过程啊，这毋是伫讲迄个建筑物啊。这就是啊，实际上这个画家伊是伫描述迄个过程啊，对现在开始，然后啉烧酒，然后爬去咧厝诶顶，然后开始放尿，规个典礼就安尼结束。这就是这个西拉雅的这个因的这个13个神之中的这个有关农业的这个神，因的这个方式是安尼吼。这个是人啊，这个女生啊，这个穿衣服的，这个，这中间吗？都是人啊，对啊。因为这个上大人讲迄是教堂上大这个问题，就是该叫宗教的做礼拜无拍伫涂骹啦，而且该叫宗教的其实咱长老会也是该叫做传统的这个礼拜堂，其实礼拜堂内面是无任何宗教象征的，甚至连十字架嘛无。十字架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战后才有的，战后才有的。伫进前你看迄个马街，伊去礼拜堂顶面无十字架啊，伊有迄个焚而不毁嘛，可是无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对天主教会才开始有的啦，还是战后的开始。对，天主教一直拢有嘛，这是西班牙较北边啊，这是你讲到淡水啦，淡水的迄个教文来讲，淡水人会食人，所以这个是咧食人嘛，所以才有人骨，咧啉人的血是毋是真正是安尼？因为迄个真济天主教的神父去到伫淡水拢去用刣，遐是迄个宣教上济的所在，所以后来传到伫东南亚，然后就淡水的名声就足歹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嘛是你讲到，你看到这是淡水啊，要有水无？这是家人讨海嘛，掠鱼啊。这是淡水人，咱头讲的足恐怖的所在，食人摕人头迄个女性摕人头淡水人，家人人所以咱17世纪台湾各种教会的特色，就是伊是大航海时代国际架构下的这个历史荷兰各种教会上个成功的宣教的地区，加尔文主义第3波扩张的这个出手的果实。第二是以原住民主角历史舞台，包括西拉雅、巴布朗、巴布萨、百万、普悠玛、巴西就是迄个咱北部叫做凯拉格兰实际上凯拉格兰这个名称是日本人叫做伊能嘉矩发明的。伫荷兰文献内面讲到迄个台湾北部的原住民叫做巴西。今仔日你若讲要去花莲行苏花界，落沙公路落迄个高速公路了后，有一个地名叫做马赛。马赛迄就是巴西，迄就是迄个族群因过去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地点。拉美就是咱头路所讲的迄个小琉球然后是殖民政府甲宣教士合作甲冲突的时代，就是荷兰党独公司甲荷兰改革宗教会。为什么会冲突？其实
有3个冲突啦吼。头一个冲突就是公司是要趁钱，教会是要传福音，啊，牧师伊的角色，因为牧师是上界了解当地语言的，所以同一个公司，因为牧师伊嘛是领同一个公司的薪水，教会无付钱给伊啦吼。啊，所以既然同一个公司付社礼吼，这个牧师也要求牧师爱替伊做一寡政令宣导，譬如讲去颁布一寡政策，也是讲收税金的时阵是透过牧师收的，因为牧师才知影杀人是杀人嘛，啊，所以同一个公司就爱叫伊爱收税金。第二就是这个一方面牧师伊是代表荷兰人，可是牧师又果是伫原住民伫西拉雅部落，啊，所以有当时荷兰同一个公司的这个政策甲西拉雅族本身的文化有冲突的时阵，牧师伊要徛的角色是徛伫公司的角色，还是徛伫当地人的角色？特别是甲这个原住民的权益有关的这个部分的时阵，啊，这是第二个冲突。第三冲突就是这个伫台湾的宣告有分做2个时期，一个是这个本色化，本色化就是用当地人能了解的这个语言这个说服这原住民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个另外就是后来的这个较保守的信仰，就是预定论。预定论就是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进前都已经决定，啥人会受拣选，啥人无受拣选。所以就是到底是自由意志还是预定论？早期牧师因的信仰是较活自由意志，所以因的迄个宣告的方式会较强调去劝说当地人接受信仰。那是后来就是拢唔免直接用欧洲的物件入来。所以第一阶段就是对台湾社会的探索和了解，并且同时提出可行的宣教方案，跟原住民深入接触宗教与文化议题。第二阶段就开始进入政治跟宣教合作与扩张的阶段，1629到1630。第三阶段是教育工作开始，如何让原住民设立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1636到1649。然后第四阶段荷兰化的教育阶段，接受荷兰语文，采用荷兰姓氏，穿着荷兰式服装，原住民文化的这个转化，就是这4个这过程。第一期就是为1627年到1643年，就是讲用本色化的这个传教的方法，用基督教信仰量加入原住民的文化的素材，编写教理文档，设立本地人的教会组织，设立学校。第二就是1644到1662，本地传教方法是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原封不动搬到台湾的社会，翻译圣经甲海德堡教理文档，要求台湾的原住民采用欧洲的名姓，学习荷兰文，礼拜日穿荷兰衫。所以这是迄个教会这个发展这个Unius 牧师伊是上个重要牧师伊家己一人为5900人洗礼1636年以色列学校是台湾西式教育的这个开始。虽然台湾的西式教育是1636就开始小学教育，伊编读大小教理文达，基督书片有3篇讲道篇。伫台湾期满了后，伊伫阿姆斯特丹设立新人院，训练台湾人荷兰人台湾的语言甲风俗习惯，有几个毕业生来台湾服务这是这个 Unius 这个牧师1636年开始正式设立学校，伊教授的这个科目有荷兰文、背基督文、教理文达，然后开始写字，由同一个公司提供笔、墨水、纸甲课本，就是伫庄社内面有设钟楼，作为叫学生上课的这个工具所以其实是相当的现代化
一个教育的这个方式有较精啦。然后迄当阵的台湾的囡仔都有墨水，有笔头写字啊嘛有纸，这就是迄当阵的课本啦叫做 ABC 啦。这本是较早啦，1611年这是伫阮老讲的安稳迄个所在出版的课本郑秋平这个这就 UNIS 伊写的教育文档啦，伊编的教育文档咱人看伊教育文档是伫讲啥？伊内面有迄个原住民的风俗习惯嘛，讲有几个神，只有一个，不过恁的祖先讲有真济神，这是真的吗？阮的祖先唔对啊。然后，搁再来，咱来看迄个第36问第4不可在礼拜天进你的田地，在屋中，在我的家中听我的话，就是爱伫教会做礼拜。第6条较特别唔通胎人，唔通堕胎为什么会加上这个不可堕胎因为迄当阵西拉雅族有强制堕胎的方式。强制堕胎就是讲一个女生伊10几岁就结婚啊，不过爱到36岁、37岁才会生囝。伫这进前，那怀孕拢是由因的女祭司给拍掉，就叫强制堕胎。为什么会有这个强制堕胎过去真侪人类学家要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嘛有迄个社会学家啦人口学家，譬如讲真出名的迄个马尔萨斯人口论嘛还有一个孟德斯鸠法医，这是欧洲真出名的学者嘛，伊就用西拉雅这个来讨论。伊这个法医内面就是讲，伊是伫讨论讲，去杀无辜的人的性命是合法还是无合法？因为伫西拉雅的 context 内面，你若无甲这个婴孩未出世的婴孩给堕胎，这对这个社会来讲是罪，是真大的罪。所以你若无去杀人，就是唔对的。可是伫欧洲杀人是唔对，因为这是10条戒所规定的，袂使杀人。所以这就是文化的这个冲突。另外孟德斯鸠伊就是伫解释为什么这个希腊族的人爱去做强制堕胎，因为伊就用迄个人口加食物的迄个比例啦，就讲一个村庄会通饲的这个人口差不多1000人，你若超过这个人口的时阵，你可能你种做的物件就无够，因为迄当阵无水稻，迄当阵是旱稻，旱稻的迄个产量有限嘛，所以你为着要互这人活落去，所以你就减缓迄个人出世。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物件通食呢，这是迄个孟德迄个人口论的迄个主张啦。不过我解释毋是安尼啦，因为我伫文献内面就看到伊就讲一件代志，伊讲西拉雅族的人认为讲，这个宇宙的人口是固定的，譬如讲这个宇宙的人口是10万人。所以呢，如果有5万人伫这个活着，安尼表示有5万人是死去伫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呢，如果再加5个人入来，新的生命入来时，就5个人爱减少，就有5个人爱死去因为迄当阵这个西拉雅族，因是这个部落甲部落中间是互相伫攻击，所以你若一个部落的总人口无够的时阵，真容易规个增下落去用灭掉去。所以因就用减缓迄个年轻人的迄个诞生，来减少一些重定的人口的消息，安尼通保护伊的聚落，因为伫因的想法内，人口是固定数是一样的，因为人数是固定的，人数是固定。这也就是为什么
希腊雅族的人伫荷兰时代，会认为讲，你若大巴肚，你若无甲即个红影甲伊处理掉，你36岁进前无甲红影处理掉是，对部落来讲是足大的罪，因为这有可能会害到规个部落，就来去用消灭去啊。这是这个理论就是讲有人口论，有这种法义，还有宗教上的这种的解说啦。我是认为讲，如果说因迄个时阵的这种的想法时阵，这种宗教上的这解说是较合理啊，就是人数是同款啊，你有出世就一定有死亡嘛，对。这是第二期的这个，咱头讲就是甲欧洲的原物件原封不动搬来台湾，这是第二期的牧师叫做 Daniel Clavius 所以伊这个翻译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这是伫荷兰使用的教理问答，伊原封不动摕来台湾，甲台湾无关系。然后呢，伊翻译新约马太甲约翰福音书啦。后来，这个1651年因为甲迄个荷兰长官有冲突所以这造成后来等于公司伫荷兰伫这个电信公来攻打了后，向赶出去的这个原因这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所以教理问答就是咱要洗礼进前问道理嘛，迄个。道理册大本细本尔啦，这算大本的，大本的就是伫荷兰一直到今晚拢共款啦，就是讲因礼拜日拢做2个礼拜，早起的礼拜甲下晡的礼拜，早起礼拜就是圣经的礼拜，下晡的礼拜就是你解释教理问答，就是你讲到这个改革中的传统的信仰的内容，一寡解释安尼，这是圣经啦，这是这个荷兰文。英文是荷兰文啦就Heilige Evangelium Matthäus und Johannes after 就是 or Hanau 加迪利马蒂蒂马德乌斯 Johannes 这下骹都是希腊雅语，所以顶面是荷兰文，下骹是希腊雅语，伊就是荷兰文加希腊语对照的圣经，这是台湾第一本圣经。上早的圣经是这本，不是马雅各翻译的迄个罗马字圣经，是17世纪就翻译的圣经啦。所以因这个荷兰改革宗教会这个宣告的成果就是建教会翻译圣经，编写字典，翻译教理问答，建立教会制度包括。教会学校、师范学校、甲新人院，就是小龙新人院。咱早起有讲，这是台湾的头一间新人院1658年，伫小龙就是今日台南的嘉里，迄是台湾第一间新人院的所在。这咱头有讲过。17世纪台湾改革宗教会历史的意义，就是为增加台湾教会历史的时间的纵深，为1865年到1624年到402年啊。就是台湾教会历史是整体教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之一啊。欧洲文化跟台湾文化头一面碰撞之后的遗迹啦。实际上咱头来看迄个台湾的宣告，其实差不多伫迄个时阵咱台湾是1624年开始有这个宣告，伫荷兰1618年、19年有一个真大的争议，叫做自由意志加迄个预定论的争议了后来有这个叫做多特会议、多特信条，拢是差不多伫迄迄当阵伫荷兰为着这个自由意志加这个预定论的这争议。伫荷兰结束了后，来台湾搁战一届，所以台湾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讨论，其实对17世纪就开始啊。
台湾就已经参与伫这个神学的这个欧洲的神学的这个论证，这论证就是伊是用实际上的这个做法来表示嘛，一个就是用本色化的方式，就咱头头讲的遐，就恁的祖先讲相信有真济神，恁祖先是毋对，这种的这个做法，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拜神都爱用迄个心灵甲心灵，毋是用迄个猪肝，毋是用猪脂，毋是用迄个猪头安尼去拜神最后咱来讲这个汉布鲁，这个汉布鲁是真重要的历史，伊是咱头讲这小龙神学院的院长啦。伊伫这个1661年的时阵，电信公开始拍台湾，包围台湾。伊有差不多10000多人哦，包围热兰遮城。热兰遮城请来偌济人，500个尔。伊无法度甲伊攻落来。后来就是用包围的嘛。包围可是电信讲，伊因为讲叫人去入去内底去考劝遐人投降较紧，所以迄当时伊掠落汉布鲁，就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然后甲伊的太太，甲伊做人质，然后甲这汉布鲁讲，你就入去热兰遮城，叫热兰遮人开城门投降，若无我要甲恁太太杀死，要甲你后生杀死。所以汉布鲁伊就受命去热兰遮城。可是伊去热兰遮城了后，伊毋是考劝荷兰人投降，伊颠倒考劝荷兰人爱坚持落去。伊讲电信讲伊已经有真侪人破病死去啊，伊的军队已经真侪人破病死去而且规个军心拢涣散。伊讲咱只要搁再坚持一段时间，咱只要坚持落去，安尼听候这个巴达维亚援军来的时阵，咱就会通甲这电信公的军队给赶走，咱就让得到自由。所以当汉布鲁伊安尼讲了后，因为电信公有派2个人去甲伊监视，就是这2个。伊知影汉布鲁伫讲啥，伊会晓荷兰话，所以呢，这个汉布鲁知影讲伊转去一定去用站头。伊无照电信讲甲伊讲的去讲，所以伊就要转去。伊有2个查某囝，这是伊的2个查某囝，已经嫁入来伫热兰遮城内底。这查某囝甲这个热兰遮城人讲，你既然安尼讲的时候，你转去无可能，搁再活。你就不如你就留伫热兰遮城内底，甲阮作为对抗这个电信公。这个汉布鲁甲这热兰遮城人讲一句讲，我是牧师，我甲电信公讲，我会倒转去讲，我就一定爱遵守我的诺言，爱倒转去。第二，有真侪人是电信话讲，如果我若无转去真正，因为我会去互杀死，我袂使为着我家己要活，互别人死，所以伊就坚持要离开。伊的查某囝甲扭掉伊的手，伊坚持要走嘛。所以这幅图就是伫画着迄当阵迄种，伊甲伊的查某囝迄种爱离开，爱查某囝知影讲伊老爸一定会去互杀，迄种真艰苦迄种的艰难的迄个状态这是这个这个内面的这个故事了这就是后来荷兰人这个叫做就讲挂照了后，伫荷兰发行的这个沦陷快报了。讲沦陷快报其实嘛是半年了后的代志啦，因为迄个交通的关系有4个牧师去用站头最近有一本书叫做《热兰遮之泪》伫咱册店咱看会到，咱会使去买这本书。迄是新的资料，就是这个汉布鲁的囝婿叫做迄个温士缪，伊嘛是
去用台的其中的一个。啊，伫过去咱对温室庙的迄个事迹毋是遐尼了解，后来有伫中国有发现伊的日记，啊，一个台湾人伫荷兰工作的台湾人，甲伊翻译做中文，所以咱会通去买即本《热兰遮之泪》，啊，就会通去了解迄当阵，迄个规个故事的迄个过程，内面嘛讲到汉布鲁克，啊，内面我是有帮伊写一寡当初的迄个背景。会介绍啊，这本书有得奖啊，得迄个敢若什么政府的迄个文化部的什么图书奖，会使去买来看卖。啊，这就是迄个，这个汉布鲁的签名伫遮啦吼。啊，这就是荷兰文献因的迄个批信吼。啊，我2002年去荷兰的时候，就是读册啦，去读这种手稿。啊，这真趣味，就是台湾教会的资料，伫我去荷兰去年被发现，差不多700几件，700几件迄个。700几页啦吼，啊，应该是300-400件，啊，拢是伫讲到迄个荷兰的牧师甲巴达维亚，就是雅加达还是甲荷兰的往来批信，啊，甲台湾小会的会议记录，啊，这是真重要的这个发现。搁再来，咱就直接跳到19世纪马偕吼，咱老讲马偕是娶泰雅族的太太嘛，张聪明。啊，马偕伊是170年来到台湾，180年、89年2遍倒转去加拿大来述职第2遍写这个 From Formosa。伊是苏格兰人，啊是第一位加拿大来台湾的宣教师。啊，伊伫这个台湾服务30年，设立牛群学堂、女学医馆、60间教会，将西方的教育甲医疗引进台湾。咱看咱来看迄个。啊，伊的一个手稿叫做“出世囡仔到16岁”哦，迄真趣味哦。啊，台湾人也有最称作乌秋番、乌秋鬼、番仔鬼，后来称为叫做该牧师哦。加拿大甲台湾真人为你说是同乡，你若去淡水就看到马偕的像有2个吼，一个伫河边啦吼，啊，一个是伫迄个十字路口呀。这是马偕伊读 Princeton 新人院的迄个概览哈，才有看到 George Leslie Mackay。这是我去 Princeton 大学去用的，1866年就去 Princeton 大学哈。1879年 Princeton 新人院毕业了后，向加拿大申请啊，我委员会申请担任宣教师，不过伊的申请并无得到接受。失望的马偕，伊专门走去爱丁堡读册啊，伊也伫研究印度文化。伊将来嘛讲有通去印度去做宣教师，所以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是真就是讲上帝的手伫迄个所在伫安排啊。本地有可能马偕伊就变做印度的宣教师，啊，可能咱北部教会都无存在啊，可能就英国长老教会一直向北扩充安尼啊。如果马偕若无来台湾，毋过上帝互马偕来台湾，所以有北部教会，有咱的这个历史。伫170年11月7日，由旧金山搭乘美利坚号前往远东，经过日本横滨线头甲12溪谷到香港。12月11日英国日本的英国长老教会是人甲加拿大合作，是希望讲加拿大的宣教师伫线头做客家宣教，因遐是客家的区域嘛。啊，可是马偕伊去遐了后，伊又去探访，一遍了后，伊就决定讲，这毋是我上帝互我安排服侍的所在，所以伊就离开线头，然后去离开线头，伊来台湾，然后先去打到。先去找李修，啊，李修嘛希望讲
迄阵是南部长老教会的宣教师嘛无几个嘛，希望讲马偕会当留伫南部，甲伊做伙伫南部做宣教。可是马偕讲有一条无形的锁，甲我扭对北部台湾来，所以伫甲即个李修讨论了，伊决定要来北部台湾做宣教。所以伫1872年1月初5决定前往北台湾。这是伊来到伫淡水了后的迄个日记安尼写吼，讲约了下晡3点，进入淡水港落定，心内激动，马上知影这是迄个一直听候我的所在。伫我头前还要有工人伫遮做工，但伫乌路的上帝，我实在欢喜，真心欢喜来拍破啊！美丽淡水，我心感激。这是马偕日记写的。我想我知，因为马偕日记是我做的，迄个12本的迄个手稿的日记，甲伊抄写做电子档。即摆咱伫即个册店咱会当买到3本，迄个马街日记的中文版。迄是实际上伊的原本是12本啊。迄当阵我用4年的时间，甲伊对手稿甲抄写做电子档，对目睭足伤的啦，因为伊有几啊年哦，1873、74迄2年哦，因为伊无去买到迄个日记本，伊就用迄个笔记本薄薄安尼，你若写1年的日记，你就知影讲薄薄的日记要写1年，爱写迄字写偌细字，所以迄当阵为了要抄迄个物件，我摕一支尺，然后安尼一行一行安尼对安尼，一行一行写安尼。即摆大概无法度啊啦，即摆目睭无法度安尼创啊。好，所以咱最后咱来看马偕的迄个，这是报道经啦吼，这是伊伫报道的时阵，伊会伫伊后壁放一个这个经啊，就敢若亲像咱过去台湾的种色会有一个迄个天堂迄个地狱图嘛吼，十殿阎王图，伊就这个概念，伊就即个报道经，然后伊讲正手边的吼，正手边这就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然后倒手边了不尊敬、不感谢真神大道，就是讲你若不爱信耶稣，就去地狱，你若信耶稣就去天堂安尼哦。这是报道经，这是马偕用的哦。这是对加拿大摕倒转来，加拿大迄个 Ontario 的博物馆，伊过身100周年时，迄阵台湾有办一个展览，就是甲马偕摕倒转去加拿大物件摕转来台湾展览一届，这迄边摕倒转来，这是伊的满喙齿吼。咱来看伊的旅行偌济摆吼，伊行路为淡水行到台南行7遍，为淡水到苗栗县行49遍，淡水到别咱平阳行19遍。咱即马有真侪人伫步行环岛哦，马偕应该是步行环岛的先驱咯。这就是伊的著作，下骹这就是伊的字典啦，伊的日记啦吼。咱上尾咱来看伊这个出世囡仔到16岁，我念一遍吼。囡仔未出世就被办稻草、剪刀、稻仔丝，这3项就被办变。囡仔出世下伫稻草顶面，剪大通剪栽大，稻仔丝通绑，是大家来帮衬，有的是因翁，有的叫厝边的妇人人，有的叫先生妈来帮衬，拢无别人就近伊。若出世看是查甫囝就欢喜，若生查某就较凊彩。若要出世的是父甲母子，母子就是迄个公妈牌啦吼，要紧小样叫伊着帮衬。已经出世摕着大人的裤，紧来包圆仔，用幼布拭，拢无洗。到1-2日用棉仔温淡薄的甘草水互伊洗，到3日才互伊食冷。迄日就会穿衫，迄领衫都到台上穿啦。后来才有囡仔穿会较平安咯。伊的爸母就去公庙去看命先生哦，
看伊命是安怎，看后来这个囡仔会做啥物。这个先生若讲，这个囡仔后来真好命，老爸母就欢喜，但是讲歹命，就袂互别人做囝。当人诶，这个囡仔有定着7日、14日、21到28，有一个病叫做白仔病哦，也是讲蛤蟆病啦，就叫先生妈摕针甲伊喂伫喙，喂伫肚脐，喂下头，喂尻川啦吼。迄个囡仔哭到用要死，实在真可怜。不过迄个囡仔若喂就会好，这互人真奇怪。我要问医生哦，这到底是啥物病？伊讲是迄个破伤风。破伤风哦，破伤风，因为囡仔伊就会艰苦啊，就喙就闭袂开。伊若喙若闭袂开时，伊就无法度食凉，无法度食凉，就营养就枵死啊。所以伊迄个生物就爱用针甲伊喂，喂到伊吼出来了，是紧捏甲伊饲互伊啉安尼吼，就会活。到一个日，互囡仔剃头，互囡仔穿不止水的衫。迄件衫，就7日就请媒人，讲伊甲做媒人，互伊生10部囝，查某诶无。到4月日就请客买24个饼，甲囡仔挂伫颔棍，伊诶爸母抱伊到厝边互人看。迄个囡仔饼就，迄个饼用饼插囡仔诶喙，就会较袂流烂。这就是收烂嘛吼，即马嘛是阁有啊。到1年就是囡仔大细，伊个哥就做一双下来，囡仔穿，迄日就真闹热，好个人就欢喜，囡仔就互伊拜佛，亲戚朋友送囡仔银牌甲手环，送个人就甲生查某的就较凊彩啦。囡仔若是破病，拢无请先生，是叫先生妈来医，先生妈互囡仔食药，几来项呢，就是紫苏薄荷、仙腿、红枫、鸡卵壳。风餐就是这几项药互伊食，无较济。囡仔出世到3岁，下昏好眠床。若囡仔若常常放尿伫眠床，就买一支猪尾溜对囡仔喙甲伊扇。后来迄支猪尾溜互囡仔食落就好。有人用鸟鼠互囡仔食，敢有人食过猪尾溜？细汉有听人讲哦。囡仔若常常破病，伊诶爸母就去下观音、下妈祖，有诶去下白仙佛，有诶去下石头。囡仔较济，伊诶名叫做好把屎像猪狗牛啊，因为囡仔互禽兽诶名较平安。囡仔形情有挂猪诶喙齿、虎诶喙齿，也有银锁、银链，也有拉里亚壳，一对尾算起第4个就会用得。所有这是也有囡仔较有平安。到1、2岁就囡仔互伊留头毛。画到4月，还阁咧食奶；画到6、7月，毋敢互囡仔坐船过桥，惊去犯着鬼。到8、9岁就互伊读书，送养就会去顾牛；画到13、14岁就去考教，有诶进修在。到16岁就照当然法度，就是用囡仔已经成年，有诶到16岁就娶某，有诶到16岁就生囝，到16岁就算大人，无搁再是囡仔。所以台南嘛有做16岁啊。这就是这种的方向哦。好，以上简单介绍这个历史。